聖誕烤火腿啊，呢個咧驚忙啊，鹹的豬腿肉。鍋子大一點啦，然後咧一些洋葱啊、蘿蔔啊、葱啊抌落去。啲菜求其切就 OK 啊，然後咧凍水下去。水有蓋過嚿肉啊，然後這裡有些什麼花椒、八角、陳皮啊，倒晒落去。抌埋啲香草下去。不用調味啊，嚿肉本身鹹嘅。先開大火煮滾它。滾咧熄細火啊，大概咁樣咧，咕嚕咕嚕美滾，打開蓋子煮啊。你們大概算咧每公斤咧就煮50分鐘左右啦。咁嗰啲菜啊香料咧就油就下啦，盡量咧我都寫在下面啦。如果你們是買到熟嘅火腿咧，就不用這個水煮的步驟啊。直接上醬烤啊，等一下。但是咧，我覺得這樣自己買回來水煮咧正啲。現在整個雞是歪皮醬啊，這個橙果醬，點這個芥辣啊 mustard， 加一點蜂蜜啦，哇正啊！我喜歡加一點黑糖啊，上色靚啲啊。最後加啲辣椒碎，哇正啊！開個小火，煮溶它們就 OK 啊。如果喜歡酸一點咧，可以再加點醋啊，咁樣結結地咁樣。哇煮完先夾起來，很香。然後這個湯咧，哇正啊，不要丟掉，攞去煮餸啊。烤箱預約170要開風扇啊，氣炸鍋溫度我寫在下面。等它凍一點咧，小心把那些青擦掉。然後通常那塊皮咧一搣咧都會成塊咁樣甩出來啦，完美。這些雞飯不要切掉，然後咧就是咧咁樣斜地咁樣界啲紋，然後咧再打斜咁樣界求其得啦，但是咧不要界到嗰啲肉啊。之後最後會攞淋一半一個醬上去，哇正啊！中間呢一格先烤20到30分鐘。我烤了30分鐘，我剛剛應該鋪張食紙在底下彎了。現在咧可以把那個醬咧搽一陣薄上去。每10分鐘拿出來搽一次。喂，這個滴水水，你看到已經很漂亮，但是我喜歡咧再深色啲，搽多陣再嚟過。有時候你們烤箱咧像我咧有點不夠熱咧，我把它移高了一格啊。哇，炸聲你自己睇喎，完美火腿。我直接喺度切啦，不省時間吧。這個可以提前做咧，放1個禮拜沒問題啊，在冰箱啊。你們可以聖誕節咧跟女朋友嚟個Subway omakase，一吃什麼啊？即刻車啊！哇，你咁樣中間完美成這樣會。我覺得火腿咧正過晒嗰啲咩聖誕烤羊烤牛啊。喂，食俾你睇下。